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桌球世锦赛，林昀儒高升为做男子双打，甲日本车拼，以2比3摕到银牌。高雄一个查甫人看到老母跋倒，无加注意，几若天无看人，才知讲老母死亡，检警调查，依法上班。即马毋那流感疫情严重，新冠疫情、副流感病毒、甲人类间质肺炎病毒，拢总4大病毒做伙赢。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2台 AM 新闻，我是蔡有欣。在中北屯一大社区，今仔早起发生爆炸，这个民众伫厝要兄弟，假使开落，就安尼崩起。灶骹的玻璃是规个碎去，门啦、窗仔啦是全拢变形。这个民众伊的面、手、甲骹是拢烧烫伤，送病院急救，加在是无性命的危险。怎会来爆炸？消防局表示讲，要该调查。头家4个拢是碎玻璃，路边的车顶也全部拢有。这玻璃是对这个社区喷落来，大路两边拢用防水线围起来。25早起10点外，台中市北屯区昌平路2段这个社区高楼发生假事爆炸，64岁4号的厝主被炸着伤，送病院。他说他早上想要烧开水，那没有瓦斯。那他过一阵子以后再次做尝试，再做尝试的时候就发生爆炸。4号厝主司机甲面部烧烫伤，加在无性命危险。大楼附近的厝边讲，前一天中昼就开始有闻到真高的假死味，消防队前后来处理过3摆，屏中天然气公司也派人来检修，结果也是发生爆炸。消防队来了2层次啊，因为有气体外爆啊。刚才出来之后。砰了一声之后，还是瓦斯味很重，相当浓啊。今天早上的话，我有闻到味道，他跟我妈妈讲，我妈妈也说，刚我们可怜，刚5 V， 然后他去闻也有，打给委员，还没打通的时候就嘣一声了。一连假事爆炸进前要如何闻到假死味？社区管委会讲，屏中天然气公司20时下晡检查了后，发现确实有假事外泄，所以对迄暗8点了后就把假事总开关给关起来，并且有通知规栋的住户。我们就基于安全的状况，就先把这个总气源的开关关掉，然后把所有住户的瓦斯表的开关都关掉了。但是关掉之后，照理讲是应该没有瓦斯了，所以今天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还在调查。屏中天然气公司强调，假事爆炸发生了后，搁再检查也确认这总开关是有关起来，后续配合消防局来进行调查，查明假事爆炸原因。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这边一个查甫人5月23去报案，讲因老母中风，因为破病来过身，需要来协助。不过检警调查落去，感觉讲代志怪怪，因为这个查甫人甲警察讲5月18有看到老母跋倒，迄个时阵呢，老母是讲无要紧，人嘛有爬起来，伊就无来加注意。刷了几若天呢，都无看到老母伊的人，才发现讲人已经无咧喘气，也检警认为讲做囝的对老母有救助的义务，所以拢无作为，是依照违纪甲杀人罪嫌。以上地检署升压核准。门口电话拢无禁，可见离开时真赶紧。高雄大寮一个43岁姓陈查甫人，23暗时报案讲中风的老母破病过身，需要协助。不过检警介入处理了后，却是发现部分的疑点。初步检视，案发现场并无打斗痕迹，死者身体并无明显外伤，且倒卧于浴室门口。通知鉴识小组到场采证后，后续报请高雄地方检察署办理司法相验。根据了解，姓陈查甫人甲警方讲，18看到老母伫伊间仔门口跋倒，因过老母讲无代志，家己爬起来，所以讲无加去甲注意。23是想到几若天无看到老母啊，去房间看，才发现老母已经死去了。不过检警怀疑，姓陈查甫人可能18朝老母倒伫原来所在，一直到伊死去。弄到了，怎造成蜘蛛网膜下腔的出血？蜘蛛网膜下腔就奇怪，伊唔是随死，因为伊流血速度很慢，伊出血速度就慢，所以弄查。因为2、3天，甚至1礼拜才死。这个2、3天到1个礼拜之间的叫清醒期。
怀疑该水部分受伤情况未造成当事人垂死，也过无排除检验可能掌握其他事情。厝边讲无清楚因母仔平常时生活状况，现地查甫人平常时常常拢袂讲话，因老母是因为中风袂啥行爱举拐啊，两个人拢真少甲厝边来往。手条条，什么唔知啊，啊，无咧出来，无咧他们少咧。检警认为，四个查甫人对老母有救助的义务确实拢无做，并且有以无纯正、无处违反的方式来杀人，而是以涉案放杀甲杀人罪嫌该抓起来移送，并且关押核准，后续要伫6月初2复检调查因老母确切死亡的时间甲案情。记者综合报道。屏东饼大水后，消防局伫下晡2点多接到报案，讲有9个人掉伫咧雾台乡回旋谷这边。消防局去到现场，溪水是中间有一个人遮尔悬，也水阁真错漏。消防人员才握到人掉伫咧倒位了后，伫下晡4点多，先甲2个人带去对方，刷了晚5点的时，甲另外7个人拢总救出来。好，受到东北季风甲水汽变高影响北台湾到甲宜兰花莲这边呢，今日规天是湿凉凉，这个天气是真歹天。气温呢差不多是21度到24度。也气象署讲5月下旬会受到2波方面来影响，第一波也就是24、25这2天，也第2波是伫咧28、29。气象专家就预告讲28、29这2天形成的方面会较完整，也就黄酸雨雨水就会较粗。列车豆豆通过港所在，代替北回线后前到中正之间，经过专业抢修拜6开放双向通车。不过，议员感觉窗仔外议员也过有咪咪啊雨，受东北季风甲华南风雨区影响，全台各地气温差不多是21到24度。北台湾甲宜花规天拢湿凉，5月底有2波风面连续影响台湾。29号封面的影响，那这一波的封面大致上比我们现在这一波的封面可能影响的范围还要再广阔一点，而且降雨强度会更加的明显一些。特别是西半部地区、东北部以及东部都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气象署表示，每年到5、6月拢叫做梅雨季，24到25至一波，甲一波28到29一晚属于移动性方面。气象专家是指出，要等到西南季风顺利进入南海，才会感受较明显的梅雨季的影响。有估计8至9报道的梅雨方面，落雨会较明显。到5日第一季规划方面会刷到台湾东南部的海边，对台湾影响会较细。所以5日佫会恢复到典型的热天天气形态，尤其是中昼过后，山区较有热对流发展落雨情形。一波梅雨方面报道要等到5日过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观众朋友，阳明山国家公园伫咧顶个月，也就是4月14火烧山，有4.5公顷就安尼烧去。即马国科会去到现场勘查，怀疑讲是国科会下骹国营院因设置的空气品质监测器当中的锂电池呢来导火来引起火势。好，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就讲话啊，讲因会向国营院来讨赔偿，大约是180万。顶个月14，台北阳明山国家公园小油坑因为导火烧起来，一寡绿色的树皮拢烧甲臭焦。这个月24，国科会注意5星文中会火烧山的地点了解状况，发现导火原因好像是国科会所属的国研院国防中心所装的空气品质监测器内底锂电池引起火灾。我们有相关的一些风险上的，我们可能拆除第一优先；没有相关的风险上，我们把它的电池更换为锂铁，或是用更好的方式来协助它的一些场域上的优化。国研院国防中心4月底前已经拆除伫新竹市、南投县、台南市甲嘉义县所装的16支内底有锂电池的空气品质监测器。未来国研院会要求管辖的各中心清查所有设置全台湾科研仪器设备，落实管控。阳关处回应，阳明山小油坑游乐区往7000山的步道，当时火烧山面积拢总4.5公顷，80%的干网，也有20%的建筑拢烧毁。阳关处会向国研院来求偿，包含设备维护20万、自动检测相机10万、环境检测60万，也甲空勤总队出勤90万，拢总差不多180万。
那个火烧的是表面火啦，现在它是芒草跟箭竹哦，地下根其实都还在，还有1个多月已经有一点绿色都冒出来了啦，但是我们还是会持续做一些生态的监测。汤华是1年生的啦，所以1年就够让它长回那个样子。如果是高度，可能还要再稍微等一下这样。杨管处表示，阳明山国家公园小游客往7000山的步道，伫发生火烧山了后，较无1礼拜已经重新开放步道，预定未来需要1年的时间，当初烧废弃的瓜芒草这的食物，可望复原。记者采访报道。即卖新冠疫情变严重，确诊的病例是咧增加哦。都有医生提醒讲，胆哦，毋但是新冠病毒，也阁有流感、副流感病毒、甲人类间质肺炎病毒，这4种病毒是做伙亚哦。也咱民众呢，就爱说理讲，这病毒来互相感染。囡仔一面算一面等医生，拜六下晡看病的人坐甲诊所大厅无位徛。即阵啊，新冠疫情阁压起来，确诊人数逐礼拜称悬，4大病毒做伙来。小朋友他去上课嘛，其实都会交叉感染啊。其实他像他的状况，他已经就是持续咳嗽、流鼻水1个礼拜。虽然说现在疫情不会到严重到重症，但是其实也是会影响到他。因为他们学校也很多人那个不舒服，咳嗽、流鼻涕、感冒，那趁那个假日的时候，赶快大家来看。家长真烦恼，小儿感染科医师李尚谦分享最近即阵啊，呼吸道分子生物学检验，最近除了新冠前3名是流感、副流感病毒，加人类间质肺炎病毒，那出现呼吸道镜头爱注意交叉感染。这些病毒加起来的话，就造成交互感染啦。现在呼吸道病患，我觉得应该3、4成、4、5成，几乎都是新冠。医师分析，这个疫情甲新冠变异株咬为人免疫逃脱能力强有关系。另外，民众防疫嘛较放任，不过同时出现后续问题，部分民众反映较歹买到快筛剂。有没有快筛？快筛目前都要等到6月中以后才。6月中哦。记者去台北市真侪间药局，拢表示已经无快筛库存。药局表示，战前疫情缓和，家用的快筛种会较少，即卖一天平均有10组人客想要买，毋过拢还搁咧排队。目前厂商那边都没有什么库存，因为这一段时间空下来了哈，只能观望，因为不确定性太高了，所以目前我们手上也没有什么存货。对这代志，食药署表示已经第22要求有许可证的业者开会，会配合变动调整供应的量能。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伊个讲话啊，伊发表演讲，毋但对经拜登政府推行的多元、平等、甲包容的这个政策大力批评，佮强调北约无增加国防支出，这战伊是真不满。也伊真满意的是加强军队这项措施来保护美国国土。也这哦，川普评讲是伊的政绩。穿着黑色西米露，美国总统川普行出专机陆战队1号甲军校校长见面，有一个有名的西点军校伫当地日时举行毕业典礼，川普特别出席发表演说。对了，各类毕业生专业工作，嘛提起对文化甲政治议题上不满的部分。The job of the U.S. Armed Forces is not to host drag shows, to transform foreign cultures. The military's job is to dominate any foe and annihilate any threat to America anywhere, anytime, and any place. 川普阁一摆表示，伫下任之前完成金轻导弹防御计划来保护美国国土，强调会当重新强化军队是家己决定的政绩。佮表示对北约组织目前加国防支出的不满是真久了，批评真正的拜登政府伫军队甲政府部门推行的 DEI 多元、平等甲包容的政策。There will be no more critical race theory or transgender for everybody forced onto our brave men and women in uniform or on anybody else for that matter in this country. 另外，对于川普政府要撤销哈佛大学招收外国学生的权利，伫哈佛向联邦法院控告川普政府违反宪法了后，美国联邦法官已经伫23裁定暂时停止美国政府对哈佛实施的招生禁令，而且订定未到要召开禁令听证会。因为比利时王室的伊丽莎白公主打完成哈佛大学公共政策硕士班的头1年学业，对哈佛禁止收国际学生的案件，比利时王室嘛密切关心，是毋是无法度让公主完成学业？关系新闻台是董编译。
回转来到咱台湾，台北啥物拢贵，薪水若无够济，要生活就较辛苦。要台北这3档呢，学校咧找代理老师的招无人，也因为即卖呢，中央是规定讲，代理老师上久是聘3档。教育局就建议讲这代理老师要聘偌久，应该是爱交予县市政府家己定。也专教会这边是认为讲，要解决找无代理老师的这个问题，薪水爱增加才是本。代理老师招无人，互一寡学校真苦恼。以台北市做例，最近3年代理老师无够，有学校开6、7招，也是招无人。因为目前中央规定，代理老师上侪当连续聘请3年。台北市教育局坦白讲，代理老师要招考无简单，有部分山区学校爱招45届才招有人。台北市的就是物价啊什么都比较高，因为我们目前代理老师的薪水全国是一致的，所以呢，在台北市这一边，我们要招考代理老师的时候，来报名的人就没有那么多。针对台北市代理教师招无困难的问题，教育局话讲爱向中央争取修法，建议续聘的年限由伫遐市政府家己定，提供更较方便，互各师资会当跨区教学。教育部是回应，后续会持续收集地方政府、校长团体、甲教师团体实务的意见，详细研究，甲地方政府共同协作下校。不过，专教会认为，要解决代理老师无够的问题，爱为制度面做起，包括提升薪资待遇、教学环境甲技术性比，也有保护教师专业教学自主权等3大面向，彻底解决。民间的平均薪资都往上调，那老师的一个薪资并没有适度的回应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经济成长。如果没有在这个地方去正本清源的从这里面去改善环境、提升待遇。后续可能连正式老师都有可能在找寻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困难。郝俊良表示，一旦连续聘用年限，不是直接影响代理老师无够的主要因素。特别亲像是都会区班级人数多，教学的负担重，尤其即卖的学习更注重学生囡仔个人指导，地方政府会当为调降班级的人数做起，改善第一线的教育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六卡遮的安宁家园是嘉义县第一间机构，专门咧照顾脆弱家庭的囡仔，也为着要协助遮的囡仔呢，会当伫成年进前，会晓讲安怎照顾家己，互因进入社会、独立生活会当愈顺时。安宁家园呢是成立家备工作坊，就是要教因功夫，希望因加甲社会来接触。走卡斗做点心，外口搁爱无因送煮好的咖啡，而且合适的员工拢是一寡弱势家庭的少年囡仔。安宁家园配合天主教家己教区，做伙开这间咖啡店，唔但紹介機構學員的作品，搁要互少年囡仔佇遮學功夫。家己都會互囡仔安排國高中生來遮做學習。那學習的部分就是因為我哋囡仔就是基本上伫出社會進前會社會適應，比講後擺伊出社會時，甲學咱嘅社會較會使馬上都接軌上。嘉義縣社會局表示，來到安置機構的囡仔，攏是因為拄到重大變故，或者是家庭功能無健全，有一個實施工課的所在，或者囡仔成年要進入社會進前，會當先來做準備。15歲以上之後，我們就要想辦法幫他找未來的出路，因為他未來在社會裡面就是他一個人。所以以我們的話，我們會在就業啊、生活啊、自立啊，做各方面的協助，可以學到一個新的體驗。希望可以來這邊打工，可以跟不認識的人互動。安寧家園表示，這個囡仔離開安置體系了後，若是出現自閉的心態，佇社會加減會拄到適應的問題，希望透過這個咖啡店，問候校園學習工課的技能，累積相關的經驗，嘛互因重新培養自信。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觀眾朋友，咱今日關心好消息，卡達杜哈世界桌球錦標賽，台灣男子雙打組合林汶儒甲郭婞蕊佇今日透早是拍贏世界排名第1的法國兄弟了後，下晡5點也就是2點鐘進前的是甲日本的車拼，這個戰況是真激烈，分數加真懸。落尾咱台灣是以2-3輸予日本，摕到銀牌。世錦賽今日金牌戰，台灣桌球男子雙打又向人名組合林汶儒、郭婞蕊對到世界排名第5的日本組合小種大燈互上征服。對手開始一波攻勢，出力領先，不過咱國組合真在入水5-5平手，更加火力全開，連摕5分，首先摕下局點。
林文如反手一个球，搁再接高成瑞对手回球出局，头一局11-6胜落一城，只是第二局2个人互对手挽回局势，不过无要紧，调整一下。第3局台湾组合强势抢分，提高中远台来对球抢下1分。第4局1-2拍到6-6平手的局面，不过对手攻势再起，可惜6-11搁再让一局。关键上尾局，林文如、高成瑞连续大打进攻，拍过对手防线，一直要抢分。台湾组合一直防逼，到关键一球，可惜回球失界，以6-11输日本组合，将场以2-3输予日本。随上林文如、高成瑞出赛，逐场拢真硬斗，先是连破2组中国组合，又搁第4强赛打败世界排名第1的法国蓝布朗兄弟，进入决赛。虽然甲金牌无缘，不过也是在2013年，曾智嫣甲陈建安组合封王，继12年了后，和台湾伫世锦赛男子双打搁再夺牌。记者综合报道。好，咱继续来关心地方的消息。黄金密报当年拢会飞去台南大社国小，最近学校就打造生态教室，也这个生态教室呢，佮结合媒体哦，互囡仔落去分工，落去做主播，落去做点样书来了解黄金密报的知识。也学校讲这项计划是带囡仔来了解讲环境的教育，也未来呢会把这个课程做好大，邀请更较侪学生来认捌黄金密报。学生来去做导览，带大家看这间特别的生态教室。这是由民间团体跨国协力捐赠，伫台南大社国小内打造生态环境的教育场域。学校也个串联校内的多媒体中心，和学生分工做主播、念影书等，录影片向大家小解，逐当定期飞来校园的黄金密报。然后他就会在我们学校的大叶懒人树那边生活，经过这个导播机，然后给传销。小改，然后让我们更加的了解。黄金密报过去因为车地受到破坏，佮加上农业影响，地书族群数量减真济。大社国小8当前头摆发现密报，就伫咧校门口的雨伞树，迄阵才10桶只，但已经拖到200只。校方这回甲校内现地空间整理做生态教室，结合环境教育，嘛设计系统性的课程，要让学生了解保育行动意义。国历4月。7月左右，会来遮栖息繁殖，到冬天的时阵呢，伊就会飞转去中高海拔的山区的山洞，来做冬眠这个动作。福人社的帮忙，捐赠了8万美金，能够让这个生态教室能够设立得非常好。那给同学以及不仅是大社国小，还有附近的许多的小学生都可以来这个生态教室。校方讲，黄金密报伫国际互人来做敬畏不奖，2020年，咱台湾嘛甲来做国家敬畏顶级，为了落实生态教育。学校定期邀请专家入校指导，互老师参社区民众拢有机会认捌这个议题。伊嘛讲未来扩大办友好的课程，互更加侪学生来遮学习，嘛听识这款物种。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也为了要带咱民众去了解1930年代到2000年代这个台语的流行音乐的这个变化，桃园市政府呢邀请无共世代的歌手来演唱台语的经典歌，也每一条歌呢拢代表一个时代记忆，嘛唱出每一代人对台语歌的情感。音乐一出来，随带人回去1930年代，迄个纯情的年代。这首歌叫做《四季红》，是丁友贤所创作的歌曲。这届特别由鹿港的歌手谭随意来做演唱。谭随意也特别分享讲要安怎用鹿港腔来唱台语歌。占阮鹿港讲站，你是站，我是山，站山永远念笑我。1960年代是台语电影开始流行的年代，当时文下专门替台语电影唱主题歌，伊也留落来1200条的台语歌曲。这届也特别邀请乐看手文香来做演出。到1960
1980年代，迄当阵台湾上届有名的歌手黄飞飞，伊伫节目顶悬拍破新闻局一天敢若会当唱2条台语歌的规定，开始互台语歌有机会伫电视顶面放送。我爱周末，那个时候非常红，我是无意中转到电视，看到哦，那我就帅气诶，一个唱歌的歌手啊。那到2000年代，台湾人开始注重舞剧创作，像董事长集团、5月天等等的歌手，把原本悲情的台语歌变做快乐的形式。这届活动是桃园市政府所办的台语歌音乐会，希望带观众了解1930年代到2000年代台语音乐的发展，让大家感受台语歌的水气。记者陈选柯敏哲桃园报道。观众朋友，最近天气较无稳定哦，咱来看明仔载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19度至21度，中部地区19度至25度，南部地区21度至30度，东部这边19度至28度。外岛地区19度至27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明仔载同这时间，咱再会。山东人都比较喜欢吃面食类的，在韩国生活就是不是很好，所以有去研发一些就是这些现在所你看到的就是炸酱面跟炒麻面，是中华料理没有这个。